頭先局長都講到話新車嘅登記呢，而家已經係有70%係電動車啦。咁而家政府雖然有一個3億元嘅高速充電樁嘅充電計劃喺度，咁但係似乎呢，就對於我哋而家市場上面嗰啲充電樁呢，就冇一個比較規範性或者規劃式嘅一啲嘅配置嘅考慮，都係任由市場佢自己去搞咁樣樣。咁我自己覺得可能係咪政府都要考慮下，譬如我哋要策略性地去安裝呢啲咁樣嘅充電樁呢，令到即係啲新能源車嘅司機呢，佢充電起上嚟比較方便。舉例，可能我哋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中央嘅場啦，跟住有啲區域嘅場啦，然之後即係可能係私人嘅停車場咁樣樣，即係有個層次唔同充電速度啊，或者係充電樁數量嘅呢啲咁樣嘅充電站去考慮。你都問到又話咧喺嗰啲嘅充電嗰度咧，我哋有冇一啲比較整體嘅計劃啊？咁我哋係有嘅，因為咧嗱，我哋有兩方面嚟到睇，一個咧就係喺個電力嘅供應，我哋已經同埋電力公司係要求佢哋提供我哋資料，乜嘢嘅地方佢哋有充足嘅電力供應，可以即時大家喺個地方係嚟到裝一啲嘅高速，尤其高速嘅一啲嘅充電樁啊咁。咁嗰個咧可以提到大家有一個嘅地圖啊，即係點樣分佈咩地方可以裝。第二就係咧，我哋成立咗一個咧內部就係一個跨部門嘅工作小組嚟到話去協調同埋推動同埋規劃咧，就係咧呢一個嘅充電樁喺香港嗰個嘅網絡嗰個嘅建立嘅。